中山旗杆深城核心地段呢個項目係由央企保利集團打造，89方做到3房2廳，而且有2個洗手間。每一間房都係做到四正，實用性係非常之高嘅。小區裏邊自帶3000平方米嘅一個下層式嘅會所，裏邊游泳池、健身房全部都俾到你嘅。樓下咧就係我哋成個中山最貴嘅貴族學校，一年嘅學費都係去到20幾萬嘅，所以我哋中山本地嘅街坊咧都好中意買保利呢一個樓盤。不單止，而且呢個樓盤嘅話，仲要係地鐵上蓋嘅物業，講緊去到地鐵站都係700幾米嘅一個距離，到時坐地鐵都可以翻去香港。商業方面啊，更加之全面。去到我哋嘅信義城嘅話，講緊開車過去10分鐘嘅時間都唔使就可以到，喺裏邊食飯睇戲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呢一個單位講緊而家單價只需要14000蚊，而且仲可以做到低首付，7萬蚊嘅首付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呢一套89方係呢個項目賣得最 hit 嘅一個戶型嚟嘅，而家剩低個貨源係非常之少嘅，成個樓盤得翻10零套。如果有街坊中意嘅，嗱一聲攞起你嘅電話 WhatsApp 翻 Kio 帶你嚟到實地睇樓，而且揾 Kio 成功置業嘅話，仲送埋全屋嘅一個家私家電俾到你嘅。咁我哋今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